因为吸毒性侵重创演艺事业的 Underlover 成员胡瑞儿，现在又遭到前东家球场经纪公司东升唱片指控片面终止合约，要向2名成员胡瑞儿、杨林求偿各1000万元违约金，还有《痴情玫瑰花》这首歌的 YouTube 分润收益124万。痴情玫瑰花，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要唱心内的话，呼你听摇滚电音洗脑曲风。Underlover 成员胡瑞儿、杨林在网络上以这首《痴情玫瑰花》爆红，累积观看次数已经逼近1亿5000万次，更登上金曲殿堂表演。身为911的师弟团，原本以一出道备受看好，但却因为成员胡瑞儿吸毒、捡尸性侵等负面风不断，导致演艺事业走不下去。胡瑞儿道歉。2016年9月23日，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任何的一切，我不会再做出不良的示范。官司一桩接着一桩，现在还要和先前一起组团的团友杨林以及前东家东升唱片公司片面解约，各遭求偿1000万元。法院最近查出 Underlover 的《痴情玫瑰花》这首歌曲在 YouTube 点阅分润收益应有124万5353元。分润收益跟影片的点阅数跟收入没有绝对关系，重点还是取决于收视地区与广告类型，不同收视地区的广告单价也有所不同。现在唱片公司除了解约金要拿回这笔收益。痴情玫瑰花，我爱你，我愿意，你不用怕。真正的痴情男子汉在这，就是我东升唱片从回函中得知，只有胡瑞儿一人获得这笔利润，所以只向胡瑞儿一人求偿。而 Underlover 委任律师指出，和当事人确认后，确定分润金额没有问题。但是否只有胡瑞儿一人收益，或是2人有分配，仍待确认，而宣判结果也将在3月7日才会出炉。